来继续来到苗栗市台六线新川里的路段，有一个27岁青年下班经过这个路段，可能是要转弯驶了伤紧，失去着控制，弄到电火条啊！就伫这个电火条啊要倒落来的瞬间，后壁一台驶到位的轿车加载快速来闪过，迄个场面是互人看到心惊胆吓。 白色轿车转弯的时，弄到路边的电火条，弄一个真大个电火条，规矩断去，倒落来时，加在后壁另外一台轿车闪有过。这个白色轿车车头弄甲坏了，钣金零件四起喷。车祸发生伫台六线苗栗市新川里的路段，15尾暗发生轿车弄电火条的意外。驶车驾驶是27岁姓王的查甫人，下班要转去，经过这个路段时，可能是因为转弯的时驶伤紧，才会失控弄电火条啊。电杆倾倒于路中，阻断交通。所幸驾驶仅受轻伤，无大碍。经检测无酒驾情形，因道路阻断。 本分局调派支援警力，调拨对向车道，指挥疏导交通。警方接到电话了，到现场用差不多2点半钟，才将倒伫路的这个电火条甲清掉，恢复交通，并且对肇事驾驶姓王的查甫人进行酒测，伊无酒精反应。加在这个车祸，敢若这个查甫人面有小可受伤尔，无啥要紧，嘛无去伤到其他的车。警方呼吁讲，驶车也好，骑车也好，转弯的时一定要较慢咧，避免速度伤紧失控发生车祸。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